也不敢穿这种衣服。也是啦。那你要先说你现在在哪里？现在在士林夜市，因为我们刚刚在那个民传大学刚好下班，就刚好顺路就来这里，然后他们说要闪一下，闪是什么？快闪一下。那当然，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行程。我也不清楚啊，不是就逛吗？对啊，我们等一下也会就是在就是某个入口唱歌，啊，大家是真的要唱吗？真的啊不是开玩笑的吗？没有看一下，啊，所以所以你要先想好，不是啊，所以你不是啊，如果突然唱，好像那种很奇怪的人呢。来源没有收益。其实我们现在这样也是蛮自然的。你有在路上这样过吗？没有啊，因为我是 I 人，我怎么可能会躲起来啊？那假如说这么多人陪着你，就比较好。我我都拿着了，我能怎样？我没有你把那个你把它夹起来，你让别人一起拿着，可以吗？那你钱就拿着。哦，现金交易。300块加一次。来，哇，我们家就是可以吗？可以。没有，这是你的钱，你收着。那我们这边，哎，我们挡到别人了。钱还我了。哎，对啊，我想。你问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士林夜市美食？哦，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士林夜市美食？哎，这很近的，这个拍到鼻孔都拍到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等下比。
他是听得清楚的吗？工作重要。啊，可以听帅哥唱。哎呦，工作重要。对啊，要赚钱重要。不一定要都要看。我也觉得。有缘分才会见到。有缘分才会见。有声音了，有声音了，有。这样子的话清楚的吗？有，可以按了。好 ，OK， 我们往。你看最新的好了。我们往这边。这边。那边比较多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谢谢，谢谢啊！大家要来光顾哦。请再多多支持啊，谢谢。你是不是要拍另外一面？你要不要拍另外一边脸？好啊。这里是前面还是后面啊？这里是前面，这边走到前面了。哦，超大姐，你会玩吗？不会啊，只是不高分而已。好，原本想跟大家说一个小故事。做不好。对啊，那个。对啊，我们就不说了。好，我们家丑不说。那个，我们刚刚遇到了一个就是粉丝，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集大概5个粉丝，我们小目标，好就是10个。不是，你的凄凉是哪一种凄凉？不是啦，其实在台北比较少这里的观众是很经常。可是大多都是中南部在看。是，可是还是很多妹妹。我就是运气好才会遇到啦。好，那我们看能不能今天遇到5个店家认出你的。那你要逛吃的还是逛？因为这边看起来没有吃的，吃的我要往前啊，要往前，对，要再往前才有。没有，后面在后面。没有。我也忘记在哪个巷子，都很像。还是我们先吃东西再去。好了，你先去吃东西好了。你不是饿了？对，应该是对的嘞。那看你。因为他说他有一个那个阿姨是认识他的。阿姨啊。好，那我们先去找阿姨。那我们先跟。等我说。是这吧？是哪个阿姨？有吗？叫什么店？盲盒店啊。盲盒店。我说牌子，就那家吗？好，这家黄黄的。不知道在不在，不在就很尴尬。有一个阿姨，是一个那是那个阿姨吗？哎呦，是那个阿姨，哇！
斯里马塞哦，我以为是别人。斯里马塞嘞。所以重开有。嗯，对啊。要不然我带大家。有了，哦，有了。有。下次再抽，下次再抽。好。好，我们找完姐姐了。有讯号，我看。哎，你刚刚花多少钱啊？刚那杯多少钱？好像是40啊。所以你还有260。40很多，已经是一个饭团的钱了。对呀。你看你今天吃的，所以应该吃饱了。你今天可以再吃饱一点，好不好？不要这么可怜，好不好？吃饱一点。这里。往哪里啊？哎，不，哎，对，是往这里，坐对，往后。对，往后。没有，你可以用你那200块啊，还是你就是要刚好？好，他说他要整数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但如果超出一点，你就不能吃了呢。对啊，这个比较好算啊。那不然我们先聊聊，你夜市都吃什么？你平常会去夜市吗？如果很放纵的话，就会跟不放纵的时候不一样。你的放纵跟不放纵是钱的放纵，还是就是胃口的放纵？那时候就不会看钱，就是觉得有时候觉得自己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就会奖励自己这样。那我们之后会有更多种时候的，会，你会的，我现在很少，我就觉得都不够好。你会越来越好。那你会？那我们聊聊放纵日会吃什么？放纵的话，就是会拍太近。在家不会吃那个，我不拍近听不到。就是没有唱歌，没有唱歌的时候，就会开始放纵，我就觉得在奖励自己，如果做好一件事情，因为煎炸的当然比较多。哦，炸的唱歌就不能吃炸的。忌口很多啊，就怕等下嗓子不好，表演很难看，唱得很难听。对。那你都吃什么？炸的话？酥鸡啊，鸡之类的。那你那你会不会吃？哎，不是很多外国人不敢吃臭豆腐，或是鸡屁股，或是猪血糕这种吗？你敢吗？内脏类的话不敢，就是因为从小到大没有吃这种东西的。哦，是真的所以马来西亚都没有这种内脏类的东西吗？不是啊，是我家庭没有什么在吃。啊，懂。跟家人。炸的比较难吃，炸的话太臭了。真的很臭。那你敢吃猪血糕吗？还是这个就不行？真的、哦？对啊，因为哎，猪血糕很好吃呢。他就黑色的，谁喜欢吃黑色的东西？哎，我觉得你有点，你会不是？等一下，你珍珠奶茶的珍珠。哦，是哎。而且你看你喝的像什么黑的呢？你是什么样？不是，它长得很像砖头呢。我觉得你这番言论会引起大家的争议耶。妈妈出现了。跟妈妈打招呼。哎，没有。你有跟妈妈逛过夜市吗？没有夜市。我妈跟你叫巴沙马拉玛。巴沙马拉玛。巴沙马拉玛是什么？巴沙马拉玛是什么意思？巴沙马拉玛。再一次。巴沙马拉玛。巴沙马拉玛。就是夜市的马来文啊。哦，巴沙马拉玛。我知道喇叭。喇叭不是肚子饿的意思吗？喇叭是吃。喇叭肚子饿吧？等下你是不会马来西亚话是不是？我之前不是在说我考试分。对啊，你考10分。哎，那我们要从哪里？有看到想要吃的吗？哎，那你现在我们仔细看吃的呗。哦。好吃的。这是。没事。这样会不会让你更在意镜头？还好。好，那你就看吃的吧，不要理我。
这吃一吃是就剩60了。来，大家看这个200块，没东西了。你敢吃大肠吗？他不敢，他不敢吃。那是真的肠还是假的？假的，糯米啊。可是外面的皮就是猪皮呀、对啊，它也不是是肠子啊可。是人太多会耽误很多时间。不担。耽误你很多时间。不是你们啊？我们不，没有时间啊，我们没有压力啊你要吃到宵夜，我们也陪你啊。你今天要到1点2点，我们都陪你。但他没有想要。我也没有。你要没有他你想吃就点啊。没有，因为如果100块的话，他就没有钱吃了。他可能真的有可能要100块。我也是觉得。可是这间是真的很有名哦，这现在排的不算长哦。是吗？我们去看一下哈。80我觉得可以啦。你从来没吃过？好，我们去排。我吃过。好，排队。好，先排队。因为我一直以为是真的肠。哦，真的哦、可是其实，哦，所以你也不敢吃，就是欧阿米甩面的大肠。那你发音是欧阿米刷？哦，还蛮标准的。很常听到啊，一定会。你知道他平常然后这边那个对面还是有。我之前来这间，我还记得。对啊。我的朋友就说，那时候我有点发热，然后他就买了那个午餐喝2个小时都喝不完，太苦了，这样比人生还苦啊！很苦，可是听说苦茶很有用。对啊。这里是韩国人嘞。我只能喝这里。前面啊，那个老人家是韩国人。不是80呢，这60。你拿100块啦。梦贤的粉丝也有来。你能认得？因为他也认得我，应该听到我的声音。你的频率很高。哎，拍谁？怎么？这个不用了，现在一直用这个手，因为用的就没办法。哎，其实这边就有写大肠包小肠80，这边就有写80。就80。对啊，哎，它有很多口味。你今天就不要计算钱了啦。然后你不要再300块要算。对啊我要自己给钱。他是很怕自己在给钱的，也不怕啦。他可以花299。就是看有没有办法。刚刚好。对。那你先帮我帮你拍一张观光客照。哇，哎，我们经历了他的第一次。要转哦，转着吃。口味表情可爱一点，俏皮一点。他说不能可爱，俏皮。要帅俏。皮一点好不好？俏皮。就是哇，我来吃大肠包小肠了。哇！在夜啊。你不是第一次夜吗？没有，你没有夜，你表情很尴尬。这样也 OK 啊。好了，这样比较好。哦。傻眼。好多人哦，平常40多多人。没有，这太少人了。太少了。哦，明天应该会。哇，大家看一下这人潮。所以今天算排的比较前。来，你先自己拿着吧。因为现在人潮还蛮正式的。拍 vlog 啊。对啊。现在是在播吗？对啊，现在播。不然，因为我一直双下巴这样子看。长进的是小鱼吗？还以为冒险团队是不是？看看，我们要排队。我们要什么口味？哎，你要先看好你要什么口味啊？哦，要什么？有沙茶、葱蒜。沙茶不行吧？葱蒜泡菜九层塔，我们那边。
为是前面那个庙。对，这里是其实都有，对，80，然后我们这里啊，大肠包小吃 NT 80。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跟老板因为他应该放在那个洞上面那个韩文洞。我刚说要冰的，所以他没有。我想说，只是我这边什么口味？你们有要吗？不用，你吃掉了。我要那个9层塔，哦，是9层塔。这个我拿，很酸呢，我的手，很重，这样就酸。这很重。你看我背包哎。不是这个这样手腕的力原本就。好，我们男明星了。你刚刚问我们要不要吃，是你要用你的。当然没。谢谢老板。这里加起来你爸妈210变340。400块。他真的要拿哎。没有，开玩笑的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。你要什么口味？哎，我们去个空旷。哎，这里啊。哎，不行，这里不行。可以啊，好，那我们去庙口。我不得不说，青草吧，青草啦，青草茶。有茶味很重。这里有一个空间，对，因为东东这里有一个小空间。这里，我们来这里。东东平常很少吃东西，所以今天我们大家来吃。那你刚刚看到什么你想吃的？哎，你要介绍一下。这是什么？9层塔口味的。品牌可以不用讲出来。用呢？大肠包小肠。你知道这要怎么吃吗？你有听到？有，我有听到。这样，来这样，你是这样，没有很烫啊？你们现在是要逼没有这样，这他马上吃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吗？了，往上挤就好了。这样子哦。嗯，为什么他吃的东西我们都要帮他服侍好？不是他26岁。不是，我不会吃这个东西。哦。对，我们在教他啦，我们在观光。就会了。好，以后就会了。你是第一次吃的嘞？对。那你要不要先跟他拍一张照？好。你看那边就，哎，对，你感觉要吃它的感觉。真的，很认真的，好大口，好大口，再爆大。那我先吃啊。吃啊，会不会太烫？不烫呗。总不可能我们帮他吹吧？好了，那你走一走，再看那别人要吃的啦。这可以吗？可以，你要吃冰淇淋哦。对啊，你可以配着吃。好啊，走啊，走吧。它不会挂。什么香菜哦？哎，那个很好吃。冬天在吃啊，里面它会融化。香菜吗？我以前不吃啊。真的？这个有病。他一吃全煮。主顾是什么？一吃到就发现，哎，其实很不错。没有，就没办法，一开始。后面 OK 啊。喝完了啊。哎，你妈妈的朋友张秀燕说你是这东西就要配水果口味的。哎，有人跟我问好哎，嗨，美华你好，嗨，怎么在跟我问好？谢谢。哎，有口味分呢。让我想到那个妈妈，太空妈妈，那个妈妈，它是可以种的。太空妈妈在里面哦。不是啦，哇，懂吃哎， 2万块。不怕，你都想要。
标就是你不要一直这样子。你之后再带你来。他说机会很少。的确这个很少，平常不能这样吃。每天去饶河吃晚餐，你说你吗？我是那个谁没东西吃。有人问你说喜欢吃台湾美食吗？喜欢吃臭豆腐啊、煎霸丸啊？臭豆腐呀。然后而且那个大甲旁边有个去水路园，很喜欢。喜欢。大肠包小肠初体验如何？香菜，东东吃香菜哦。对啊，为什么要强调？很多人吃香菜，就跟你不吃猪血糕一样。香菜没有那么香菜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感觉好贪心啊。不会啦，不会啊。夜市不是这样吗？你这样用转的。走吧，感觉有没有？哎，我是不是走错边了？没有啊，就这边。哎，这边是那个回的。哦，我们烧腻吗？来，我们扫一收。没有啦。对面臭豆腐的椅子可以坐，去对面坐。然后去哪？你要吃面线？没有啊。哦。我是想说要不要坐的吃，还是要继续边走边往吃？下面走，臭豆腐椅子坐，往下走。很久。好。哦。其实 YouTuber 不好当哎，像如果他们在吃的时候，就会给一些评论，然后你就是一直吃。啊，我没有那个吃头的典故。你确定吗？可以直接点哦。那个杏鲍菇，哎，对，杏鲍菇很好吃。加结束了。你好，吃两边可以做啊。那我吃了就结束了。可以啊。哎，你就自己加码嘛。哦，也行吧。有什么可以直接点哦。没有，我觉得今天很棒，所以今天值得放纵。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！不拍到吧？看起来很好吧吃，吃啊，你可以买啊。哎，还有鸡排。最近有点棒。哦，好吧，对啊，不要。啊，你会吃鸟蛋吗？他有喝过青蛙下蛋吗？ Hello，你好，大肠包小肠啊。煮面。我点头示意。我看一下我库存80、 140、360吧。 120，还有这个多少钱？一个80，一个60。这个60，180了。你现在花180了。 140、160吧。不是80、60、40吗？ 120。哦，嗯。慢慢吃啊，慢慢吃。小不够耶。理还乱。好，这不播。好，可以播了。你可能要再咬进去一点。好。那我先看看那个价钱。好。我记得好像100多。啊，好可爱哦！黄金猎犬啊！是你在瞄吗？啊，但很像。是黄金吧？对。哦，sorry。我只分得清那种特征比较明显的狗狗，那种吉娃娃，然后贵宾犬这种特征感。腊肠。跟腊肠对。因为它是皮带吗？
它是皮啦，没有。那皮可以吃的。对，你先把那个塑胶袋往下用力，这个塑胶袋。到了，我们下一家是，好，我们下一家是杏鲍菇，但是杏鲍菇好像都蛮多人的。你先在这边排一个人好了，我们去前面看。哎，不对，在这边嘞。Very good。哦，这个排很长，那你赶快去排。你喜欢吃？没有，我们要先看多少钱。120。那你剩多少钱120。你要一次把它花完了？换。随便你。这样我们会不会提前结束啊？我们预设很长吗？没有啊。有哎，我还有花生节呢。啊，对，你还有生卷呢，好在那里。啊，那你去排队，快点。这里。他平常会来吃这一摊吗？排队在这里。我们吃完再讲话。而且感觉还有点烫。他刚那个皮一直咬不断。你感觉应该要再喝个饮料。对啊，我有水。哦，你要水 ？OK。有时候有吃过，只是想要加水的火锅。所以你有时候会放纵自己，可以吃一个120的这样。没有，买那时候常见是不会吃就没吃。哦，没吃，可是你吃了觉得很好吃。哦，所以想要再吃，但是舍不得花这样。对。有人说很贵。对，真的。那没关系，因为今天是红人帮请客，所以东东可以奢侈一点。还是如果大家想请客的话，就赏星星。对，就赏星星。对。哎，如果掐赏星星，我们是真的。哎，对啊，对吧？如果你想要请东东吃饭，可以赏星星。对，我们制作人说的。那如果真的有人想信的话，就真的有。要吗？这个是送你的。哦。你要吗？地瓜球。半熟蛋啊？半熟蛋。放竹子啊，地瓜球。哦，我们那边不是叫番薯蛋。是哦。你那边马来西亚人。你们两个其实。对啊，那边没有吃过这个呢。稍微有点出入。那边比较小的。多少？它是这样子吗？小的。嗯。好像鱼丸。其他口味。那你去夜市会玩游戏吗？没玩游戏的。我觉得我们不要再问这种问题了。好，我们每一季都是没钱。等一下带你去玩游戏，你看你要玩投篮还是射飞镖还是什么？我跟朋友出去的时候会了，我回了。哦，会玩粉。阿姨很厉害。我把我没关了。啊，可是那个不是最近才有的吗？之前都有。哦，真的。赶快去玩游戏啊，看你厉不厉害。我快300了。那你今天好饱吗？我加上那个虾虾，就在这边。几分饱？哦，真的哦。我玩什么运动？我玩那个9宫格，然后投球的。6.58。我就跟那个老板说，我第一次。你刚刚吃那个大肠包小肠好吃吗？你喜欢吗？算是很标准的味道。标准的味口味标准味道。是糯米味，然后这样尝一下。那你有觉得好吃吗？是香的。那就是好吃。你要习惯讲好话。那这个好吃吗？它的冰淇淋是好吃的吗？还是它的皮好吃吗？哪里好吃？它是香菜好吃，感觉香菜很新鲜啊。哦。有人说你没有喝水。我没有喝水。因为你刚刚说要喝水。我喝掉了，刚才有喝了个青草茶。好。可是现在吃很多，这个很干的。哎，对。那你要配水吗？要帮你拿吗？对。然后这个地瓜球压的蛮好的。我今天这种。你有吃过炸鲜奶吗？没有嘞，好像。
真的啊、你要买给他吃哦？没有不行啊真的哦、他已经把钱花完了嘞，他就要把钱花完。 ，30块啊想。哇，姐姐要请你吃炸鲜奶。那姐姐可以帮我们买。那有没有自己用？姐姐钱听不懂啦。姐姐她说你留着自己用，我说姐姐钱很多，你不用担心她。flex。对啦大家都辛苦哎。对啊有。人说皮看起来很薄很 Q， 你讲的是这个哇，买两这个什么的？花生卷冰淇淋还是东东啊？皮嘛，没有人是做皮的吧？有啊，脸皮他啊，做这个还是蛮薄的啊。是吗？看不出来其实我跟他比这样。薄饼，现在线上有270人在看你吃花生花生卷冰淇淋。辛苦大家了。哎，那大家可以去买。我们现在在士林夜市，因为东东平常都吃不饱，我们现在带他来吃饭。哦，都有，他说都有啦。刚刚问那个皮，包含也问你的皮肤啦，他说你也是皮薄馅多滋味好，这样子形容人。就是胶原蛋白很多的一餐。其实不多，只是怕长而已。好了，你就说对。有人说你在流汗要多喝水。其实没有流汗呢、是很油了。不是，是那个亮粉啦，亮粉看起来。他这个脸圆圆的，这什么？一个脏东西。好，没了。炸鲜奶好明。有人说你太瘦要多吃一点。因为那个等他吃完。对吧？我拉快。真的，其实我也没吃过炸鸡。真的假的？它是拿奶块，然后拿一我说奶酪这种东西吗？。对，我觉得要吃看看，蛮特别的可以。把我拉到。小心后面啊。我有点不能太胖，而且我有点就是这样子。可是其实可是大家都说还是说你很瘦啊，我觉得是你标准太高了。也不是真的，你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也会这样子。好，对啦，就是你会觉得怎么我在电视上都肿肿的，哦，没错就。觉得都哇，每次那么你在说于凯阳啊？凯阳嘞。翻打喷嚏。那麻烦可是我要帮于凯阳讲一下话，不要拍我。于凯阳本人真的没那么胖，没有，他最近变很瘦了。他上镜头真的看起来有一点肿，但他本人没那么胖。他其实我都是同样的这样子的脸的人。没有，他是真的胖，但是你知道这个凯阳跟你差不多大吗？唐差1-2岁。对啊，他28了吧？唐大1岁。他应该也哎，不是跟你平26。对啊，应该28了吧？我记得他好像没30。归来还是挑偶像组。他俩比偶像组的时候才21岁。哎呦，哦，真的哦。来，这个是炸鲜奶，他接着吃。这个是姐姐家嘛后面？很肿了，没关系啦，哎，他们说什么消水肿可以这样？后面会不会很肿啊？反正你明天吃40块而已啊， 2只手，哎，这个是没只有一餐而已。不会肿啦，对啊你喝很多东西才会肿啊。这种东西会肿。不会，他就说什么你2只手什么摸着心脏，然后这样，喝酒会肿。哎，有用，这样可以消一肿。我帮你揍一拳就不会然后肿。跟你那个，哎，不要揍他，你会被粉丝哦，我不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你知道炸鲜奶就是好像是奶块吧，然后用炸的，我觉得蛮特别的，但我不知道这家好不好吃。如果不好吃，就不知道。要不再帮你拍一张，可爱一点，好，这样可以这样，这样可以这样。好，可以。我拉到是哦。 来喽，吃喽。 500现在。 500多鱼，刚炸出来的。 290。大家不要小他吃播。啊，对啊，大家喜欢看东东吃播，还是喜欢看他唱歌？哇，好吃吗？好烫哦！好，看起来就很烫。好饱的感觉啊，这个吃完会。没关系，你难得吃饱就吃饱一点吧。哎，这个角度蛮好看。会很重吗？他说你难得来一趟，就好好享受。对啊，你一直想，没有啊，我也是要照顾他们的口袋哦。
照顾他们的狗。你说我们的吗？对啊。我刚拉到哎，现在还好。现在你要叫我只能讲。可是现在吃的感觉好像有吃过哎，对不对？你这样有点麻吉的感觉，有一点。感觉不知道是哪。这你要不要吃一个？你要吃没有？你被还有串啊因为我吃？不了那么多啊。还有那个，我等下怕浪费给大家看。根本只有外星狗。不能浪费，干嘛呀？他吃双胞胎。那你就直接租进去吧。对啊，我没看过耶。前面没有吗？柠檬，自己有。柠檬，哎，可以两个口味。柠檬，柠檬什么？哎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柠檬，玫瑰盐哈。啊，all in 吗可以的。 ？all in。没有，这是大家一起吃啊，不然我应该也差不多，口味也很像。哦。哇，我们往那边吗？你先吃，你要介绍一下。这是杏鲍干。什么口味？我点的是柠檬跟什么？柠檬跟什么？玫瑰盐。玫瑰盐，因为想说柠檬的话，它可以，因为它这个分量很大，对。然后柠檬可以不用吃到后面会很腻，然后玫瑰盐就是比较标准的味道，哦，原味口味比。较容易吃到它本身的味道。哇，你真的好认真的介绍。可以吗？不用看。聊天后面。啊。你要吗？你先吃。你要吗？不要吗？等一下吃，你先吃。哎，你说怎么用广角？用广角可以吧？哦，这样吗？还是不行？哦，可以。可以。哦，这边是有洗的呀。刘你先吃。差不多啊。啊，你先饱了。你说春卷，哎，冰淇淋。啊，好可爱！哎，你要玩吗？你先绕一圈，看看你有没有想要玩什么。还是我们先站着吃东西？还是你要捞一只虾回家养？再捞到今年结束都不会捞。这里是你要捞一只回家养。那你养大了就吃掉。还是你要捞金鱼？你要玩哦猴子？哎，对耶，这个就是 IKEA 那个猴子，你知道那个我知道。日本？来那只猴子。哎呦，这是不宜的东西。啊，我是在看篮球呢。就来打吧。啊，那就来打。这种4个就好了。那再看。我们先来看看，谢谢。不要看了，先玩了。再看。
猫跟多少个是星猫的一颗球。他们的嘴巴都不是觉得厉害。就是你有什么东西，他就说一个。那就比较会怎么说对啊，你是人的话，我就多给你一颗球。 ？Hello，你们要不要玩？他蛮会讲话。每个有 A 的。对，走那，前面还有。这感觉会有害。我会暴露自己的短处给人看。哎，我们换个边，我们换个边。要玩吗？谢谢。Hello，来。你还要再往前走吗？还是？分给他们吃啊。我差不多。他说我分给大家吃啊。我们不要挡路。你吃饱了吗？重点是你吃饱了吗？哇，东东日行一善呢！哎，给他。哎，有鸭嘞！啊，他在吃。天啊！真的，好可爱。哎，我会鸭子叫哎，我想吃一个。白呢？哇，看起来很干净。太难讲。啊，捡到可不可以玩一球？声音。没事没事，哎，干嘛？你是对他压压？一直被吸引过去。好吧。好啦，一包就够了啦。啊，去找哥哥再来一包，那边还有。好像就是气球，然后捞鱼、套圈圈。比较擅长的可能就是抛的东西。抛哦球吗？还是你要玩刚刚的篮球？我看人家拉叉吗？吃饭收尾。可能大家就想要看这种是可以试看。篮球吗？还要玩吗？马上就看到手哟。好想玩篮球。没有，我说我比较擅长。擅长啊。那棒球哎。不会棒球。哎，还是往那边再看。这边有吗？对也有。哎，这边也有哎。其实大同小异。对。嗯。什么适合我一点？这个要适合你啊。一点不适合我。还是你会这个吗？可这个要玩很久。那走吧。我们出来。你看哪一家比较有眼缘？不是他刚才叫我。对啊，好。不要骗别人。可是我们刚一路上好像。我说谢谢啊，就说再看看。我们这不叫骗，对，这骗就有点严重了。啊，你要上厕所吗？好，那我们去上个厕所。好，拜拜。
他去上个厕所。那不然，那我们拍下子给他看啊。对啊，好。啊，哥要帮你拿吗？哥帮你拿啦。你这样会不会掉进去？你的钱包放包包。我去上个厕所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啊，没有。大家，我们现在在等东东你们推上荐什么厕所。游戏让他玩？你们想看他玩什么游戏？心理游戏没办法。哦，这有点私密了。那直播不要挂掉，没有挂啊。没有挂啊我们他去等一下厕所会进去，他要上厕所。哎，会被抓走吧？哎，你有上厕所吗？哎，你是男的，哎，没有，男生上厕所快合理啊。可是还是有点太快了。我也是上厕所蛮快的啦。哎，他手去哪里？哎，哎不要跑啊！哎，亨利哥在洗手间。哎，东东。真的，哎，这两个厕所都。他想找，他想叫鸭，但鸭不过来。东东很会学动物叫，他刚刚一下学猫咪，又一下学鸭子。哎，我看那个玩。你要不要把它吃掉？最后10点还有吗？Go！好紧张哦。比他怕伤了自己的颜面，还有点紧张。你这夸张了。要玩吗？来不来比啊？打4颗就送了。还是你也去那边拍一张？你要玩吗？观光客啊！谢谢。哦，日本語。はい、どうしよ九片う。に。日本語。哦。日本語。哎，你来一下嘛噻。耶！哇，すごい。哎，你。Sorry。哎，大丈夫です。Have a fun day。元気ですか？啊，わかる？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。也，不知道。就是一个鸡同鸭讲。我们在做外交。现在很多夜市都是外国人。卖怎么打？这个不摸人呢。他就是乱枪打。你刚刚是哪一家啊？其实我忘记了。好不好？这个99，这个来啦，帅哥美女，帅哥美女来玩一下啦。这个吗？橘色的这个。美女，哎，他很有义气耶，他就是为了来找你哦。你这个很高哎。哦，我拿我的。哦，你哦。没关系啦。Miss you。我们制作人在做国民外交。还有他们聊开了。聊开了。哎，他们没有要回来。哎，你会日文吗？应该多少会一点点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ばんは。名字卡克力。名字卡。水之呼吸。对，我们东东现在玩还是那些。
他说投几球？四投要4投多少种？啊，7种。不可能打篮球有唱歌的感觉吧？他叫你玩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没关系，是瓦碎。我们，你不要。啊，帮你拿来，我们抽送粉丝好不好？东东的。对。那他们投票他们要什么？没有，没办法。你挑，你挑，他们喜欢你挑的。大家会用的，会喜欢的。这个不太好。哎，会喜欢的。哎，这个，哎，我这是蓝，这是素蓝。哦，好近哦。帝王出啊，可是你觉得能代表你？你喜欢的啦。你那边还有，你要那边还有水豚居呢。现在不是你家里很多，现在在送粉丝哎。哦，可以耶。哎，它其实长得跟你很像哎。对啊，黑黑的东西嘛。好，可以。我们要这个。谢谢。还有音哦。声音兴隆哦。要拍。哇，到时候我们会用一个问答，那粉丝可以抽。哎，没有，大家YT 比较多还是 FB？之后再手对，我们好，我们之后粉专。你专心直播，你的目标是？我有，我很认真。哦，我也去看，你要看吗？没有。哎，你看。你要干嘛？小心后面哦。打篮球吗？有啊，哎，他们要再往前，要去哪里？我们被拿一个袋子。就随便意思就好了啦。Hello， 打篮球吗？有玩豆浆口啊。因为刚刚那个有一点点瑕疵，所以再换一个。了解。我刚以为是假的。有玩豆浆那个。找个地方做 ending。好，我们找个地方 ending。其实这边就蛮适合的。我们刚刚玩完游戏了。这两个我帮你吃啦，我帮你吃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哎，那我们要不要先前进点？那个阴影脸不好看。有用吗？没有。有这样比较好看。有。哎，那我们先聊聊心情好了。要吃饱。你应该平常很少跟那么多女生一起逛夜市吧？没有。什么的哦？什么东西最好吃？哇，不要分排名啊，都好吃。你要分排名，就说你最喜欢，就是哇，好想下次再来再吃的。
跳太高了啊！好啊，礼貌腿啊。怎样？今天什么最好吃？哦，我以为都很好吃，不一样啊。所以都喜欢。好啊。好。来的话，要有经济能力的话有，东东现在活动越来越多了，可以继续赚大钱。好，哎，你先 push 一下说，邀请大家来看你录影啊。你不是开放录影的吗？现在4月25号当天12点。12点。在那个三立电视台对面的星巴克那里。星巴克对面2大广场。对，要对面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大家要来哦。对，然后明天啊，后天会播出。我们都帮你讲完了。好，你自己讲，你自己讲。后天会播出，然后是我19下的那个比赛阶段，对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表演，喜欢魔王的。好，魔王都很强。好，那我们拜拜。拜拜。